各位，講下呢單最近喺大陸搞到滿城風雨嘅慘案啊！呢單慘案有幾慘啦，聽到都會肉赤嘅，真係。大家有冇聽過成都嗰單27歲嘅女仔喺自己屋企門口俾嗰啲咁嘅鄰居捅死咗嘅呢單嘢啊？嗰個女仔嘅大好年華咧就係咁樣冇咗啦。最激氣嘅咧就係兇手最後憑一句有精神病，淨係判咗死緩喎。呢位受害者個名咧叫做黃子雅，佢嘅人生咧本嚟一路順風順水嘅，讀書叻到去保送北海嘅，仲去咗日本留學做交換生嘅。回國之後咧喺北京嘅一間日企入面咧揾咗一份高薪嘅工作嘅，但係後嚟咧由於掛住佢阿媽，所以咧喺2020年嘅時候咧辭咗份工，返咗老家成都，留喺屋企做自媒體啦，搞下啲小生意啦，一個人咧孭晒屋企嘅房貸啦，同埋日常嘅開支啦。呢個女仔咧樣靚身材正，再加上嗰啲皮膚咧又鬼死咁白喎，所以咧身邊咧有好多嗰啲男仔啊都好中意佢噶，好多嗰啲暗戀佢噶，或者平時啊好多嗰啲男仔都追佢噶，而且佢喺得閒嘅時候咧仲會去做義工噶喎。幫手去教嗰啲小朋友啊，嗰啲咁嘅嘢啦，反正好多嗰啲咁嘅義工立立雜雜啦，又有幫人哋掃地啦，幫人哋做家務嗰啲各種各樣咯，嗰啲嘅社會性嘅義工咯，係嘛？咁點知咧無端端咧有一日咧就喺屋企遇害啦，俾人哋喺屋企捅死咗喎，就喺琴日嘅6月16號，即係2026年嘅6月16號，單案咧二審嘅結果出嚟啦。法官咧就話繼續維持原判死緩2年執行。佢阿媽聽到法官呢個審判咧，面對鏡頭就喊咗出嚟啦。佢話個女連大門都冇出過，喺屋企俾人哋行兇殺害咗，平白無故咁樣就冇咗條命啦，真係好唔公平。嗱，今日咧我就用最簡單、最容易聽明嘅大白話，由頭到尾同大家講清楚一件事。時間咧翻到2024年6月9號，當日咧淨係得子雅一個人留喺屋企嘅啫。咁點鬼知咧，突然間有個女嘅出咗嚟，佢個名咧叫梁某瑩喎。呢個女嘅瘋狂喺度拍子雅佢嗰道門咯，仲對住佢嗰道門吐口水喎。咁樣咧，子雅就十分之驚啦，係嘛？所以咧即刻就發咗微信同佢阿媽求救。嗱，呢張圖片咧就係佢同佢阿媽求救嘅信息啦，亦都係佢哋最後嘅通話記錄啦。佢阿媽話咧，千祈唔好開門啊！我會打電話幫你叫物業同埋保安過嚟噶啦。咁保安到場之後咧，子雅以為安全噶啦，係嘛？所以就開咗少少門，想問對方到底做乜鬼要騷擾佢。咁點知梁某瑩咧，直接就攞出佢隨身攜帶嘅水果刀，衝咗上去，對住佢個頭同埋面同埋心口，係咁亂嚟捅咗10幾刀。子雅情急之下就拎咗櫃台上面嗰個陶瓷擺件還擊啦，擊中咗兇手嘅鼻梁啦。咁保安睇見咁嘅情況，就打咗120同埋110嚟咯。咁喺大陸120就係救護車啦，110就係報警啦。咁救護車嚟到之後咧，就將呢個女仔送咗去醫院，但係喺途中咧發現佢嘅左肺失血過多，所以咧搶救失敗。咁作案完之後咧，兇手梁某瑩咧就將呢個裝刀嘅嗰個帆布袋抌咗啦。之後咧，警察捉咗佢，佢一口咬定自己從嚟冇帶過刀，亦都冇兇器。但係咧之後，警察去咗佢父母嘅嗰個私家車入面搜查，先至將佢呢把水果刀揾翻出嚟。嗱，睇到呢度咧，有好多人都有個疑問噶啦。雖然住喺同一個小區，但係咧平時都無仇無怨噶，點解要落咁重手咧？嗱，呢個問題咧就問得好好啦。核心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妒忌。梁某瑩自己讀書咧係半途輟學嘅，之後咧就留喺屋企躺平啃老啦。佢嘅樣貌普通，生活咧亦都一塌塗地咯。雖然住喺個小區，唔係住喺佢隔離，但係都知道呢個黃子瑩佢係留過學，有本事揾大錢，而且咧膚白貌美，身材樣樣都出眾。除咗家庭環境之外，真係樣樣都比自己優秀嘅。咁長期睇喺個心入面咧，慢慢就變態咯。成日咧就潛意識憎恨對方咯。
兇手梁某營35歲，大學讀唔到，中途咧就輟學，成年咧就留喺屋企啃老躺平。佢阿媽話佢早喺2017年咧，佢就神神化化噶啦，成日話有人跟蹤自己，半夜咧就會喺度大叫，亂咁掟屋企啲嘢，同埋亂咁敲周圍鄰居嗰啲門啦。好多嗰啲街坊啊，都曾經親眼見過。佢唔係當日第一次去過被害者嘅門口噶啦，之前咧都有好幾次冇嘢咧就會走過去被害者嘅屋企門口兜嚟兜去，好似啲偵察兵咁樣登點徘徊咯。前前後後都好多次喺度登點觀察噶啦，只不過係當時大家覺得佢神經忽忽，但係冇諗過佢會殺人咁危險噶喎。但係咧仲有樣嘢仲危險噶喎，佢成日懷疑有人害自己，所以咧隨身永遠帶住一把水果刀喺個身上面嘅喎。屋企想帶佢去睇精神醫生啦，佢死都唔肯去。案發之後咧，先至做鑑定，話佢有精神分裂病，屬於半清醒半失常，算係限制責任能力人咯。呢份鑑定咧就直接左右咗呢個判刑啦。咁喺開庭嘅時候咧，梁某營同佢老豆老母死口唔認故意殺人喎。佢話係黃子雅自己開門先攞啲陶瓷嚟砸佢嘅，佢被逼無奈先至攞刀還擊嘅啫，係屬於正當防衛㗎，唔係預謀殺人。講到呢度咧，我同大家咧就拆開佢哋兩家人嘅底細啦，咁樣咧就知道件事唔係簡單嘅。死者黃子雅咧屋企淨係得兩母女嘅啫，佢老豆咧早就走咗㗎啦，佢阿媽咧係普通嘅打工仔，全家嘅開支同埋房貸全靠子雅返鄉下賺錢頂住嘅啫。兩母女咧係老實人嚟嘅，從嚟咧都唔會同人哋結怨㗎喎。個女走咗之後咧，阿媽就傷心得咗抑鬱。日日睇住個女嘅遺物喺度捱日子，咁反觀兇手屋企咧，佢父母都係退休嘅大學老師嚟嘅，有錢有樓有車，亦都有屬於自己嘅車位啦。住嘅係小區嘅洋房嚟嘅，咁對外咧父母就話自己個女係好乖巧嘅，但係咧實際上就對個女十分之縱容嘅，明知道個女幾年嚟成日都喺度擾民，而且行為古怪。鄰居報警咗好多次啦，警察亦都上門提醒看管，但係咧佢哋淨係得把口喺度應付下，從嚟咧都唔會送個女去強制入院治療啦，只會私底下亂咁買啲藥喺度食咯。開庭期間，佢老豆仲提出咗養埋死者阿媽成世，就係因為想攞呢個諒解書為佢個女減刑，從來都唔會上門道歉。網友都懷疑佢係憑人物影響呢個精神鑑定嘅結果嘅。案發呢個成都嘅小區咧，成個園區咧劃分為普通同埋高層嘅住宅同埋花園洋房兩個板塊嘅，實行嘅係封閉式管理，內部咧有綠化嘅休閒區同埋基礎嘅生活配套嘅。喺佢個區入面咧係已經屬於中上等檔次嘅樓盤嚟噶啦。咁佢呢度嘅樓價咧都有成萬蚊一個方嘅。喺大陸嚟講咧，都唔算係平噶啦喎。但係咧，洋樓嗰邊咧就會比較貴啲咯。高層嘅嗰啲樓盤咧，入住嘅居民基本上係大多數本地嘅上班族啦，同埋返鄉嘅創業年輕人啦，普通嘅工薪小康家庭啦。咁受害者黃之雅母女咧就住喺呢一片咯。咁洋房區嘅嗰邊咧就多為高校嘅老師同埋基層嘅公職人員，同埋咧本地嗰啲小生意人咯。收入比較穩定，家境相對優越嘅嗰啲人咯。咁子雅咧就住喺高層平民樓呢邊咯，梁某營咧就住喺洋房嗰邊咯。兩邊咧行幾分鐘就到噶啦。小區咧明明有保安巡邏嘅，但係投訴梁某營嘅嗰啲擾民嘅單據咧就有一大堆噶啦已經。物業咧從嚟都唔處理嘅，當日保安勸咗兩句就走咗啦，唔留低睇住，先釀成大禍嘅。喺2025年12月一審落判，判咗死緩。子雅佢阿媽咧喺法院門口喊到差唔多暈咗。佢質問法官：我個女冇出門惹事，喺屋企俾人哋擅闖民居，殺咗佢個女，咁兇手係唔係應該要即刻槍斃呢？憑乜嘢要判佢死刑，緩期2年執行呢？咁由一審到今年6月份嘅二審，成大半年。呢位媽媽放低咗所有嘅嘢，日日走街串巷，揾街坊錄口供，整理案發現場嘅證據，仲揾咗好多專家請教鑑定精神病嘅嗰啲專業知識。
佢發視頻講真相，仲俾人哋喺網上造謠抹黑，一邊舉報網暴嘅人，一邊咧不停咁跑法院、檢察院上訴。雖然係辛苦，但係咧從嚟亦都未放棄過。二審佢同律師攞出新證據，佢話對方明顯係上門蓄意殺人，佢屋企嘅牆同埋櫃咧都已經係有咗兇手行兇嘅血跡，所以咧強烈要求重新做精神鑑定，仲話死都要幫個女討回公道。好多網友睇咗呢個判決之後咧，亦都為呢位媽媽抱怨不公。佢哋話做乜點解唔直接判死刑即刻執行呢？其實咧好多人都唔明白死刑緩期2年執行係咩意思嘅。嗱，我就用最簡單嘅語言嚟講下啦。其實喺大陸咧，死刑緩期2年執行就係法院認定佢嘅罪就應該要判死刑嘅，但係咧暫時唔拉佢注射或者槍斃，就係關佢喺監獄鎖2年。喺2年嘅觀察期入面，會有2個結果。第一個結果咧就係，如果喺2年入面，犯人係安分守己嘅，冇再故意做嗰啲犯法嘅大事，咁樣期滿之後咧，就會自動改為無期徒刑嘅，即係唔使判死刑嘅咯。之後咧，如果喺監獄表現良好嘅咧，認真改造嘅咧，仲可以一步步咁減刑嘅。大多數最後都會坐到10幾年到20年左右，就可以放監嘅咯。第二咧，如果喺呢2年入面，佢仲喺度故意犯罪、全心作惡嘅咧，就會上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，馬上執行真正嘅死刑。法院之所以咁樣判咧，就係因為按照大陸嘅刑法，判精神病係冇完全控制自己嘅行為嘅犯人，法律咧係容許輕判嘅。一方面，兇手上門多次登點騷擾，再持刀殺人，作案之後咧，仲將嗰個布袋抌咗，隱瞞兇器，同警方講大話，手段殘忍，罪大惡極，必須要重判。另一方面，鑑定咧寫明佢係有精神病嘅，屬於係法律規定嘅減刑理由。所以咧，法官就隔喺法律同埋大眾嘅情理中間，先至會判佢死刑緩期2年執行呢個結果。最後咧，呢個證據慢慢咁爆咗出嚟之後咧，網友咧全部都唔賣賬。一個長期妒忌受害者，成日登點受害人門口，隨身帶水果刀，作完案仲隱藏兇器，上庭仲條理清晰，辯解防衛嘅人，點睇都唔似係突然精神病失控。所以咧，就有好多網友覺得佢哋呢個精神鑑定咧，只不過係佢哋呢個有錢家庭嘅減刑手段。又有好多網友一齊咁喺度鬧呢個兇手嘅父母監管失職，明知個女係有暴力傾向嘅，都唔送去醫院，害死人就要負責，同時要追討呢個物業管理失職嘅賠償責任。亦都有少部分人係守法律嘅條文嘅，覺得要尊重鑑定嘅結果。但係咧，同時又希望國家應該改規矩，整好精神病患者社區看管嘅制度。最後咧，我總結咗大陸呢啲網友對呢個判決嘅幾個訴求：第一，換第三方嘅機構重新鑑定精神狀態；第二，立法罰嗰啲明知道親人有暴力精神病仲放任不管嘅家長；第三，小區登記古怪高危嘅住戶，保護街坊嘅安全。之前少數幫兇手講話，怪兇手隨便開門俾人哋嘅嗰啲人呢，嗰啲網友呢，睇完監控同埋證據之後呢，都收咗聲，唔敢再發聲啦。咁依家二審依然都係維持死刑緩期2年執行，法律嘅程序呢，暫時就係完結噶啦。但係死者佢阿媽嘅傷呢，永遠都好唔翻噶啦。呢單悲劇呢，亦都係問緊呢個社會，身邊有冇人會隨時發癲傷人嘅人？小區、醫院同警察點樣提前介入保護啲普通人呢？最後咧，我想喺度講，願逝者安息，阿媽可以慢慢咁捱過去啦。今日就傾到呢度啦，大家覺得呢個判決合唔合理呢？喺評論區講下你嘅睇法。如果覺得我講得唔錯嘅咧，咁就 follow 我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。